把林子真正也到客房里去困觉。现在我父亲得一轮，得知一轮嘛，就说再我父亲回廊往里向走。真正满腹泥头，侬带到罗大去家，该搭个房间实在太多着。一路到得该搭买来的，内外两间，里向是卧室，外头是间书房。卧室里打扫得清清爽爽，床浪向个被头褥子侪是出光水性，而且个颜色了，侪是那真正欢喜的。哎，奥小姐啊，那你就睡这块啊。哎，这个大小姐特别吩咐，就是睡在这块。哎，这个里边安静的呀，而且还有这个卫生间。这个热水瓶就放在卫生间里，毛巾侪是新的，侬尽管用好了啊。明朝早上呢，我会来喊你的啊。这个没得时间，你早点困觉，好吧？哎，我去了啊。那么你困觉的时候把这个门关上，说好这个是大小姐关照的。哎，真正看阿伯关照得清清爽爽。搿副样子，完全已经是一个大人家的佣人，不像了巷屋里一个街头家子，看里安排得妥妥帖帖，心里还蛮感激。阿宝，哎，王小姐啊，侬去服侍姐姐好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一定要关心好姐姐的病情。哦，晓得了。万一有啥变化，马上来叫我，晓得吧？哦，有错了，我去了啊。阿伯回头上二三家门往外头走，到外头沉睡，我手房门关上。真正。碗筷子放在床浪向个困前，那么到卫生间梳洗一下，出来个辰光，随侬外室个门关上，非但关上，而且为上至百姓，哪怕外室有钥匙也进不来着。那么回到里房，反正外头个门嘛锁脱着，里向个门却用不着锁着，困在床浪门，介绍随便哪困不上。登了屋里，去5毛一只房间。几个弟弟了客堂间，外婆睡了亭子间，介绍登了间的了，心得出奇，好像离开阿娇非常远远，心里担心阿娇，不晓得阿娇的病情还有啥反复。那么想了医生讲过，随口今朝夜里搿个一句不吉利的闲话，隐隐约约想上听见后车声音。突然想到世君之行睡了个辆火车上，回走南京去着，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所以三着眼睛闭拢，介绍个心落落落，随便哪困不上。腰箱上有几本书，侪是精装的硬布面外国写诗，干脆坐起来盖了床上看一些书。介绍哪个书翻出来一看嘛，眼睛蒙上，侪是阿娇平庸现在的面孔。真想回到娇娇身边去睡来地了。娇娇，你坚定不能有啥事体，我是真的不放心你呀。搿么露露那哈还是往了个床上翻来覆去，夫妻翻来翻想困得上。今朝我说我只适当个劝他，让自家亲生的妹妹来做，房间里向有只中山水等下你来。搿是中才个大男人，妹妹自家个小姑娘哪是理个对手？阿会得妹妹脑子聪明，3寸8来之时，舍得个中才放弃搿个念头呀，绝对不可能。真正啊，真正，阿娇，真的对不起你呀！真正有点吃不消着，眼睛有点酸，拿个书放下来，台灯关脱困下去，慢慢讲，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。哪不进入梦乡？总算来了，门锁特别难会得进来。你老早压好了书房间里搿只书杯，今朝得露露两靠的手求他也骗来真正来，露露讲得蛮好，侬每次骗得来，我来没看哪个本事，看真正上看书，关灯困觉，屏住一心，总大概困着着，搿么样机会来着？得知去半半不今朝来打发脱着。
手石背出来，亲手亲家过来，拿篱笆的门推开，一步一步心里激动啊，追到真正的上门人。真正叫我惊醒的了，因为心里有事体，困觉不落昏，像是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。马上拿台灯一开，介绍这个一好就闻飞扑散。只看见钟山两只眼睛羞羞红，胸口一起一伏，嘴巴张得美美的，继续像一只发心的老虎，所以汪啷一声喊出来：“侬来做啥？带我出去！”我又得不厉害呀！本来想呢困上么个桩事体，3个嘴头捏到地了，可没见问而又问，想不得分困上，等你开汪啷喊出来。不过再想问好地说，挨到我屋里。我打楼龙在商量，嘿嘿嘿，阿姨妹妹，哎，莫忘了的，哎，今朝家父来嘛，带侬来做夫妻呀，哎，带侬想个面孔，一边吹上去嘛，要想那个面孔，这个人阿也无耻，加上眼睛脑子，已经冲过来努力，蹭蹭两记耳光，分房别个，平常个阿姨妹妹在个浓眉头子。今朝苍苍两记耳光，这股大面孔上拉花花，嘴里还流的，牙齿里绝不里打出来。哎呦，这三娘你得结棍嘛？搿么今朝后，你恨了还是我恨？根不来嘛，努力两个逼步，抓了。真正那汉肯水飞，谁用脑子来水浪下肯性命？哦，一通腰筋两只水一松，哎呦，可跟女人结婚三个像只狮子嘛？钟山，侬是我家父啊！今朝对我做出个种事体，侬对得起家家吗？侬还是人吧？生命是心。阿姨妹妹，给侬哪能不动动脑筋？哦，我满起那家我给吧，我哪能给呢？妹妹，是你亲姐姐吃下了龙鸡，他们养长病得欢人人，把你骗到我家门。你们想一想，啥人将你到死亡里？你们今年忙中守两门，我总在真为在房中等，你是狗妹路扎扎不移，今身前上夫二把汉，那聪明人
真为猜不出那种心，这才是那阿家一把好的啦。真真，这个让眼睛闷死，一恨家家恶霸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恶日中山，谁信你？哎呀，好妹妹，天地良心，那么冤枉我们爱真真，你真真，想真真，理真真，飞天口边一片心，能得今朝好日神，春夏一刻十七斤，嘿嘿，妹妹，来呐来呐，切莫对我俩好事神，妹妹，竟觉得侬同房何止了来呐？可里扑上来，这个老死，谁能要想那个事，忙着你身上下，都够气啊！这个事当都给我来么硬不面，都得面孔上结棍的，马上出血的。也是个痛，也是个气，我就哪个小姑娘得这么来吧？啊！今朝我得不相信我，谁知夫妇挺难呀？哼！今朝上你自助饭，那个美真谁是我做家的人？那个美楼本是风人，三花白绿不对称，是喜是恶我不在心，我对对爱你，心肝宝贝好真真。好妹妹，定心我不会亏待侬的啦。滚开！于是气，于是恨，于是怕，于是惊几套红婆呀也不言，此时候只是他举兵，引力对抗结果生死力竭配干生家救我从床浪向打了抽起来，哥哥随即姐妹的心灵感应，哎呀，不灵啊！妹妹老见我啊！背心浪向一声的拉喊：“阿伯！”阿伯困在沙发上，不离汪啷一声不惊醒。哎呦，大小姐，怎么？阿伯，什么事啊？妹妹来叫我，阿拉到书房间去，我要去就医啊！到书房间去啊？对啦，大小姐，你在做梦啊？今朝洞房花烛侪是侬安排的呀，你现在去做先生不要光火的啊？阿伯，我真不是人啊！好嘞，大小姐，你不要多想了，对吧？从明朝起嘛，你小姐就比你太太了，一比你太太嘛，做先生就会对你好了，不会为难你啦，你不会吃苦头啦，对吧？好了，不要多想了，睡觉啊，睡觉。喏，搿来随即当局在面，旁观三清。阿爸搿个几句闲话，三个一贴清亮子，露露个男子啊，清爽子。对个，我千方百计，说实行个求得让自家亲生妹妹走，不算是为着我自家嘛。
为子总裁不再欺瞒我，为子可以好好结工业家，为子可以来了做高，我好好去做一个人啊。那么再是，妹妹岁数还差不多子，但将来终归是一家人的。来了我身边，我只是为他照顾你。真正啊真正，我为子大家个口头已经吃得了干腿子。今朝这个苦，谁说是你为我吃的吧？哎，这样一想了，心里想觉得安慰之不少。一家空下去等到新船来，已经是上半年具体动种子。今朝用不到装瓶子，起来梳洗一别，但是用上一没，身浪向已经紫红颜色个捆绑，水里向掂起这根香烟。阿宝，哎，大小姐啊，我肚皮饿了，哎，早点心准备好了吧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今日小馄饨、猪油海棠糕都是你喜欢吃的啊。到底是自家的幸福，随便啥事体总归称我个心。阿宝，哎，辰光嘛差不多了，那那个17刀还不上来啊？哼，真叫春宵一刻10千金啊！哦，你看老爷是这个还没上来，他就睡在隔壁呀。刚刚我去打扫房间的辰光，昏都打得响得来像猪猡一样的。哈，哎呀，一天没不对哇！事体成功应该困大流，哪会得带上头去的？还会得分人工的？哎呀，可是我也小弟设想办法子。不过露再一想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养过3年，我晓得个中伤脾气，该不来吃死。反正哪会得10两8两个捉紧我？反正我不管，我该做的侪已经做出，办法的是在总裁没本事。吃子大铺小馄饨半块海棠干，留声机啪打开，一边听门，跟来子为了哈了呀。浮云散，明月照人来。总裁他进来的，侬会看结果好吗？豆青老早哪创够了喂啊？哎呀，对总裁一颗面好得了呀！我骨头浪向面孔浪向贴下橡皮个，白头里向塞下棉花水浪向帮我帮到。搿种样子不像风雷烤的，但是像上边吃个爆炸的。会得绝对分成功的。让我来偷偷。总裁，侬哪能弄得了地府腔调了？哎，我仅仅想不到了。哪个阿妹啦？哼，啥会介结棍了？越细快了会得咬人像死猪家。哦，吃不消。哎呀，听到你搿句闲话嘛，跟露露从心底里向发出来个痛快。哼，想想总裁，难道是天下世界的女人，谁让我这样不难欺瞒啊？侬会笑得出啊？我当然要笑了，我随时要笑侬。哪能？侬以为是白相堂子，去白相妇女啊？哼，谁要依牢侬承容侬？人家是两江女子，伊是黄花闺女。妹妹是顾美珍，不是我顾美露。人家是烈女，不是婊子。跟我咋会晓得其实搿么介脾气？侬不晓得，我晓得个呀。老早同侬讲过了，妹妹的脾气肯定不肯答应的。侬不相信？讲我是小气档子，我要吃醋。现在哪能啦？事体成功了啦，妹妹可能答应侬。答应了，岂肯答应啊？我半条命也没了，会得答应了。哼，不过还好，现在去床浪向陪下去了，人昏过去了，人昏过去嘛，夹我可了，照样成功了。什么子？顾美露听见他搿句闲话，三个身体一个霹雳呀！沈公子，
男成功搿么妹妹，我就搿种。想想我真不是人啊！拿自家亲生妹妹推到火坑里向，想不得姐妹俩高头，侪害了搿个杀气大的手里。天呀天呀！难道搿个算是命吗？反正自心痛与悲，恨杀那亲爹非我忠谁？走来，他母我别子母我心，也我阿扎的房。害了你，粗话的鲜花扎彩线，阿辉府中。唯独难大事，命运安排，难为啊！谁是？东营瓦里醉也悲，露露像那么无觉着，妹妹已经是与人家人子，你总然哪可是做出这样种事体？两只眼睛盯了钟在上看，牙齿缝里向只夹出来两个字：重伤。啥话？侬骂我重伤？对了，我就是要骂侬。妹妹多少好个小姑娘，老早已经订婚了，嫁妆已经打好了。我当侬讲，
伊个夫家还不是一般个人，是南京个皮货商，到辰光一定会得来寻上侬总裁。哼，到搿个辰光，勿是侬几个钞票可以解决事体个，总裁，侬等牢，手铐拿侬铐起来。总裁，侬晓得伐？到搿个辰光，妹妹一定会得去告侬个。要是到警察局去告侬，强奸两家女子，侬哪能办啊？哼！好了，哈哈哈！我要讲的已经讲完了，总裁，阿拉好走了。谁啊？早点忘记了。送我到四马路去，让侬多戴几顶绿帽子呀！一口个喽喽，嘴里上讲，面孔上水黑，眼里上下来。总裁得嗲是人，搿么自家晓得该桩事体呢，做的是搿份子。虽然现在上面只成说办，但是事体没那简单。你听你讲呢？真正不一定肯嫁给我。再说，如果到法院里去告我强奸两家妇女，身家里向认得来，搿是太严了。搿个女人聪明的，我还离不开你的。想得该当，吃子心里立起身来，嘴巴里半边，两只手往里肩胛了一搭。嘿嘿嘿嘿，好嘞，哎，好太太，好了不？我预算嘛个该桩事体啦，叫千错万错是我错，千对万对是侬。死人，死开！我问侬，现在妹妹哪能了？哦。真正去光晃过去了，晃过去之后嘛，我门关上了，哎，锁好了，哎，醒过来不醒过来我也不晓得，但是跑不脱，跑不脱。啥物事？哦，妹妹一个人辣房间里向，哎，侬吓得了逃出来了。但是要句，我对侬讲，妹妹到辰光肯定不肯罢休，要是去告侬，侬哪能讲？哪能办啊？我得把你讲得汗毛淋淋。哎，是个是，搿桩事体嘛，总归好太太，侬还帮我想想办法啦。哎，该哪能办？哪能办？哪能办？一看也是像男人个了。露露像今朝这个，我既然牺牲是自家的妹妹，一定要这样子，用真正牵来那总裁搿只活身。喏，露露啊，其实随是想通过搿个办法，让自家将来的命运得结局，非脱伊悲惨。总裁，急么不要急，事体也到了搿个地步了。搿能，侬先关伊几天，过脱几天嘛，小姑娘脑子总归会得想清爽。侬嘛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关几天没用上呀，搿记下来哪能办啦？下来哪能办？侬急死了。搿能，过脱2天，伊想通以后。总归是要嫁拨侬个。错，几位嫁拨我啊？不可能个，几肯做小啊？伊不肯我让伊总好了吧？眼睛拍毛皮，侬让伊啊？搿是侬答应我也不答应我。哎，阿拉两个人到底有感情的，对伐？好了好了，死人！侬从今往后不要再对我凶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拿我送到四马路去，我已经要下好嘞，侬已经要提搿句闲话个，下趟再也不讲了，再讲我不是人样，好吧？本来就不是人，我当侬讲哦。事体一出，妈肯定要寻侬个，问侬讨囡恩，侬闲话哪能讲？阿姆寻上我。对个。搿是勿好干，你个丈母娘能皮头子，阿姆其实勿会哪能个啦。勿会哪能了，真正是妈个心肝宝贝，到辰光一定会得当侬拼命个。哦，我有得把你讲得有点汗毛淋淋。对个，搿个囡恩拨我这个样子，再拿侬皮头子，搿么还要我啊？哦哟，搿是露露啊，搿阿姆来子该哪办法了？急么勿要急，勿是有我辣海吗？哦，好。搿能，哪能？阿拉两家头走一步，看一步伐？走一步看一步，好。阿伯声音得来的，
杜小姐，老太太来了。啥么子啊？是谁的？哎呀，心里想的还有点慌张。走来侬在我这做啥？快点进去啊！先到里向去啊。对个，去避避风头哦。我关照侬哦，叫侬出来，侬就出来。晓得。我叫侬千万不要出来啊！哦，有什么了？晓得吧？我去了啊。可是来得个这林子，望准里向一乱的。那么露露再关再把侬个窗帘拉上，自家呢，头发弄漏，面孔浪向个妆洗脱，身浪向只哈紫红颜色个捆绑，捆到皮头洞里向么搭哈一个生病人的公告。露露娘进来着，昨日接到阿爸电话，是露露毛病蛮重，整整一般家不走着，心里蛮急，好想赶到红街去看看露露。不晓得自家女嗓子也痛得动都不能动，不知为啥，夜里向困在床上，随便呐喊困不上，可心里向总归有点慌，说不出为啥，还不容易带着半夜总算困着。介绍，突然像是听见一声惨叫，一个人一声狼手指起来，哎呦，不喝，肯定露露出事体着了。还不容易冰淡体谅，一进去来，马上赶过来，路有时候车子不方便啊，日子不散路，对过子不散辰光，现在到房间里向一看，哎呀，觉着奇怪，哪分看见真正的家，不过定眼睛是床浪向露露不晓得哪，眼睛过来上门前一看嘛，哎呀，只看见个露露，披头散发，面色可黄。毛病啥时不轻呀？露露啊，侬哪能啦？哎呀，我是急得嘞，昨日就想来了呀，咋腰背伤了，痛得动都不能动。今朝好不容易稍微好眼，药劲赶过来，侬哪能啦？稍微好点吧？侬到底哪能啦？啊？你娘也是这样关心自家，露露也是觉着难受。想妈，昨日夜里向生病了，上我才是真工呀，回来回去骗一个妹妹呀。唉，假使讲你今朝这点来，为啥看见我吃鸡肉我能海棠干了呀？可是也没办法，事体也到至这个地步，哪怕是我错，也只能给娘里错到底子。妈，露露啊，唉。侬要是早一眼到，还好看到我打强心针了。昨天夜里到现在，已经打过2针了。妈，我就让担心呀。要是侬来了晚一眼，我就不今生今世再也看不到侬妈嘞。听见搿2句闲话，眼泪已经下来。一面靠眼里，一边上衣浪向手定抓了露露个手。露露啊，妈，侬不要多想啊。哦，侬是好人，菩萨会得保佑侬的啊。啊，真正的回去了，小姑娘太不懂事体嘞。晓得娘背会得问起妹妹，所以搿闲话脑子里向来早已经多整很。现在辰光的过慢了。还不晓得是真的心里向伤心，还不知是真过。反正杀上头里搿个眼里呀，像落雨这样下来。妈，哎，想不到呀，真想不到呀，妈。哪么不明白做啊？啥体地带真正一哭得这样伤心家？露露啊，妈。出事体了！出啥事体？出事体了呀！是讲呀，妈！其实总来个10天到，老早就看中妹妹了呀。当讲过好几趟，侪把我回头了。那么我最近不是身体不好吗？姨妈从来不回来的，我也当伊死人。啥人晓得昨天夜里向，伊吃醉老酒回来了呀？我们一个人昏昏沉沉，病得来不省人事。侬晓得伊哪能啊？伊跑到真正的房间里去了呀！妈，啥米烧人烧坏了呀！啥？昨日呀，听见
见搿个两句闲话，这个是天旋地转。张开嘴可不出，一大片闲话讲不出；一开嘴一进，眼睛望着对背光里一见，你望着露露身浪向一泼门，昏子过去。妈，阿爸，来，要紧拿你扶起来，坐到沙发浪向，快点去打纸杯温开水来，开水熬下去，杯水浪落，你都不必喊，老大大醒醒，老大大醒醒，老大大醒醒啊！一口气慢慢就围住来，汪啷一声喊出来：“忠臣，侬这忠臣！”现在辰光，搿龚美露心里向搿种痛，也只有你自家明白。可娘这个阿们还顾不得啥个做工不做工，皮头掀开来，人打死起来嘛，侬娘一把个了。妈，侪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呐。侬妹妹是有人家的呀，伊搭师君订了婚了呀。那做出搿种失子失孙的事体，不是要了伊的命吗？妈，叫伊哪能做人？哪能做人啊？妈，我也是搿能讲的。我搭总裁讲了，妹妹已经是人家沈家的人了，专家已经打好了，下来侬叫伊哪能活？那么妈，总裁伊自家也晓得错了，不过搿个世界高头没熬老鸭吃的呀。妈，不过伊讲的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弥补的。妈，就是让珍珍去嫁给总裁。妈，侬讲好伐？露露啊，侬昏脱了，伊讨真正做太太，侬哪能办？侬算啥？我算啥？有啥要紧了？妈，反正我已经是只上半条命的人了，自家的身体我自家最清爽。妈，没多少辰光了，妈。我快了，露露啊，侬太讲了呀！真正是侬妹妹，侬心想妹妹，对个总裁啥个么事？几年来我侪看了眼睛里呀，要侬露露的辰光花好倒好，后来呢？因为侬养不出小囡，拿侬不当太太，便把一面孔、一面貌、一面光，那总是貌美中伤呀！真正多少好个小姑娘，被伊搿能介糟蹋，将来哪能做人啊？我不相信搿种事，叫伊出来当面当我讲。妈，侬搿两句闲话讲得对。有面孔做出搿种事体，没面孔出来见人啊！总裁，洗出来！总裁老里向听开了呀！哎哟，露露叫我出气的，出气嘛，今朝要做上戏子，做过真好，哈了里向出来嘛，到丈母娘跟前，砰，扶到地上，两只手丈母娘心满头上一搭，阿妹，我该死该死看伊面孔上贴着橡皮杆，手上为扳刀，可想而知，真正是那行个反抗。那简直不是人啊！老实说，凭啥我对你做红菜就客客气气？因为看子那个冬天养活你一家人家，但是今朝看见你，正所谓手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所以拼自命，用自足球队往真人往骨头浪向卡上去。总裁，侬咋总裁？我得侬拼命！分房牌一样，自足球靠上来嘛，我一只塑料汤姆力道都蛮大个嘛，当一记，两面10天一个，跌得快，摆得快，
到老地方，身体再一句嘛。阿妹，我晓得个，今朝侬这个怪好了，侬要打要骂了，随便侬了，阿妹。不够了，我要讲老实话个，今朝露露了对了，我也不管了，我再讲个。我心里想，我真正是欢喜真正的啦，我是欢喜极了，对不啦？那么搿事体做做了，哪能办法呢？吃子老许了，阿妹，侬做个原谅我，原谅我个。那么我可以讨真正，做老婆个，我明媒正娶，我问句呢，大富贵把50说，搿也没关系个，明媒正娶，讨几种太太，我老实话，露露也要个，也要个，一个大宝贝，一个小宝贝了，2个宝贝我侪要个，那么阿妹，上衣光得好啦，你许半子自考，本来嘛，露露是我家子，我是侬半个5子了，现在真正嫁给我们，我原是侬半个5子嘞，2个半个拼了一道嘛，我原是侬18天干一个5子啦，阿妹侬定心讲，下趟会对侬好个，你要吃烧我帮侬买烧，你要杀烧帮侬买烧，你要出去旅游我帮侬报销，我要到书场里去听书，我马上去买票，阿妹侬都该原谅我啦，露露一听今朝中午那个主讲来到，三个他个灭堂，娘把你弄得了糊里糊涂，搿么呢？快点我出马来帮你忙活。从来，侬现在辰光讲个闲话都蛮像人吗？昨天夜里个事体哪能介勿像人个了？叫侬下趟再去吃老酒，叫侬再去灌黄汤。乃末真叫我人没良心好，心上又是女，否则老早到警察局去告侬来。妈，侬讲对伐？当地讲出去的囡拍出去的戏，屁股总归侪自家男人玩的。不过这一些好难过，一面是男人，一面是娘，一个当中隔壁头，而且还是个生病人。露露娘好不说的，因为本来就是个男子相当传统的南方女人，你认为一个女人真才顶顶受业，一旦实际谁不能做人，真正是俺海的三姑娘，不能是俺在他。不能够做人名誉三级，那么现在你既然肯负责任，他真正做高些做名正言顺的太太，那么搿桩事体还是变得有通了。心里觉着还只有搿个办法了。总裁，阿妹，侬以后再敢欺瞒真真，我得侬不哦哟，一听闲话意思不清爽。搿了，他帮一路的汤明，搿定是不？阿妹，侬定心，上一天下一天我辣当中了，我讲闲话算数个，好了，总裁，叫我妈没事做啥？快点进去啊！晓得，搿是三零子，要就忙着你讲一毛的。